我现在是在乌鲁布赖，然后这里有一个4 A 嘎，还有5个 A 嘎的地要卖给你们。为什么会来拍这一片呢？因为这一片是很方便啦，现在算是很方便的一个地方了咯。很多那个新加坡人会选择这一区的投资场是为什么？因为他去那个 PTT port 就是国际港口，还是国际港口去 Second Link 都很近了，所以做进出口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。来，这里乌鲁州4 A 嘎还有5个 A 嘎2片。老板如果你们手上有地皮要买卖，或者是想找更大或更小的，我们都可以帮你找到，或者是你要卖出去，我们也是手上有现成的买家咯，看适合的我们会发给他们。